嘅捐贈方面咧，目前咧我哋已經係收到好多嘅捐贈物資。骨灰龕位有要求，食物環境衞生署咧係會加速處理，全力配合。最後，行政長官已經指示公務員事務局啟動全政府動員機制，所有政策局同埋部門需要安排足夠嘅人手，隨時為需要額外人手嘅行動提供支援，例如政府明白受火災影響嘅居民喺小組目前嘅工作主要有兩方面。第一，社署社工會聯絡唔同嘅住戶，了解佢哋嘅情況同埋需要，作為一個即時嘅緩衝安排。透過民青局同事嘅努力，政府已經物色到接近1000個單位，呢啲單位喺唔同嘅青年宿舍或者酒店之內，可以讓受影響嘅居民留宿。即係嚟講啦，例如位於深水埗嘅南昌匯，位於元朗嘅保良局李兆基青年綠洲，位於啟德嘅啟航1331等。而酒店方面呢，就包括屯門黃金海岸酒店、香港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沙田帝逸酒店、灣仔木棉花酒店、荃灣如心酒店等等。我知道啦，酒店嘅數目啦正在增加中，專用安置屋邨單位為主。我哋估計啦，初步一共可以提供接近1800個單位。呢啲單位有水電，可以供煮食。單位入邊呢，亦都係會有淋浴嘅設施。而呢啲單位呢，亦都喺香港唔同嘅地區嘅，包括大埔、葵青、元朗。匯報到呢度。如果大家有關呢方面嘅問題係提出嘅，佢哋都可以回答嘅。我首先請勞福局局長。至於年輕人小朋友咧，我哋都用咗喺大埔嘅資源咧，為佢哋提供咗一啲託管嘅安排確保佢哋咧得到好好嘅照顧。喺醫院方面咧，我哋嘅醫務社工亦都為家屬咧提供一切可以提供嘅支援。此外咧，整個社福界我哋都已經係聯合動咗起來㗎啦，會動用我哋所有社福界嘅資源咧，為有需要嘅災民咧
提供各式各樣嘅中心咧開放。我哋呢庇護中心咧係會開放，直至到咧我哋嘅居民咧佢哋嘅臨時問題可以得到解決為止。咁喺庇護中心開放嘅期間呢，我哋係會有18區嘅關愛隊咧都會輪流當值去協助我哋嘅居民嘅，而尤其是咧正如頭先政務司副司長同埋行政長官都講咗，我哋知道好多住戶咧係提供1萬蚊嘅應急錢。咁今晚稍後咧，我哋就可以為喺而家登記住喺庇護中心嘅住戶咧，每戶咧我哋可以提供1萬蚊嘅現金。咁而其他住戶佢可能未入到去，之前冇登記入住庇護中心嘅咧，佢可以咧係聽日或者今晚稍後時間咧，都可以去庇護中心嗰度咧係登記，然後我哋咧都會盡快咧係將呢個放3億元咧落去作為一個起始基金。而喺過去呢段日子咧，其實我哋一路都收到好多商界或者唔同嘅朋友咧，就表示佢哋係想資助或者捐助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亦都得到中銀香港嘅幫手。我哋今日馬上開咗個戶口。頭先行政長官都講咗個戶口號碼㗎啦，我再講多次咧，就係中銀香港戶口號碼咧，就係012-875-2-190-159-7。咁啊，我哋今晚7點即係好快咧就可以接受捐款。如果大家係想咧係支持我哋幫助我哋嘅居民嘅咧，我哋大家又可以喺呢個捐款入去呢個戶口嘅。另外咧就係我哋而家喺我哋各個嘅庇護中心咧，實在我哋透過呢科學界嘅朋友幫我哋設計咗個平台咧，我哋可以咧俾大家咧去登記。但係咧就請大家咧喺呢段時間咧，我諗我哋嘅庇護中心咧係需要我哋去處理咗我哋而家大家之前捐咗落嚟俾我哋嘅物資先。咁所以咧希望大家係我哋希望咧可以有一個有序咁樣去安排我哋啲物資嘅。另外咧就頭先政務司副司長都講咗，我哋喺呢日裏邊咧，今日過去1日裏邊咧，我哋係透過唔同嘅私營機構啦，同埋慈善團體係啦，我哋已經揾咗咧係1000個嘅。大家咧亦都係可以，我哋都多謝大家嘅幫手同埋熱心。但係我哋都希望大家咧可以俾我哋透過頭先孫局長講啦，我哋會有1戶1社工，透過社工咧去協助我哋呢啲住戶，佢哋去搬入去呢啲嘅臨時嘅住宿，而長遠咧亦都有社工咧係會跟進佢哋嘅住屋啦，同埋其他嘅福利需要嘅。咁另外我哋民青局同埋民政處嘅團隊咧，我哋一定係會緊守崗位，喺協助我哋大埔宏福苑嘅居民去渡過呢個咁艱難嘅時間，亦都希望所有嘅市民呢係能夠繼續支持啦，同埋配合我哋各方面嘅工作，亦都多謝大家呢對報㗎，都希望長火快啲可以撲熄，但係都要面對嗰件事啦。今日咧，勞工處去支援因殉職
嘅同事嘅家人。提供一切嘅協助，我亦都喺度再次感謝好多熱心人士，好主動咁做不同嘅義務工作，甚至咧係提供好多物資。呢個亦都反映咗我哋香港之下嘅工作。好，政務司司長。多謝行政長官，亦都按行政長官啦，以及房屋局獨立審查組就建築物外牆保護材料係唔係符合可以阻燃呢個標準，我哋要進行一個調查。咁我哋要確保全港所有正在進行大型維修嘅屋苑嘅棚架同埋建築物料嘅安全，亦可以令到而家咧居住喺呢啲屋苑嘅居民以及佢哋嘅家人安心。或者而家我向大家咧係公佈一下、簡報一下我哋有關嘅工作。喺調查工作方面呢，警方已經係以涉嫌誤殺罪拘捕咗3名男子，並且係大規模搜查咗3名被捕人士嘅住所同埋佢嘅公司，檢走大量發泡膠板等等嘅證物，我哋作進一步嘅檢驗。當火警被撲滅之後，同埋現場環境安全之後呢，警方係會將聯同消防人員進入現場係搜證，並且係會大規模檢視現場一帶嘅閉路電視。一或係現樓嘅維修，我哋都要求咧註冊呢個建築嘅專業人士同埋承辦商，佢要復檢棚架、保護網等等物料嘅有啲呢個記錄同埋一啲測試嘅文件咧，包括呢啲資料啊，係咪個狀況係咪良好咧？係咪符合阻燃性能嘅標準同埋要求呢？一定要佢哋呢係喺7日之內向部門提交呢個報告嘅。咁我哋初步估計呢，涉及係數以百。我哋屋宇署今日已經係啟動咗特別行動啦，分批呢係巡查全部涉及一啲私人樓宇嘅項目。主動咧係檢查呢啲棚架、保護網等等嘅物料嘅阻燃性能，佢嘅記錄啦，同埋相關嘅測試文件，我哋同樣都係會抽查一啲樣本咧進行測試嘅。另外咧，有4個正在進行外牆維修嘅居屋屋苑咧，房屋局審查組亦都已經喺今日係緊急分派多組專業人員隊伍呢，係去到現場呢，係視察外牆棚架，並且係採取採樣去測試。咁負責宏福苑維修嘅註冊承辦商呢，現時呢，佢哋又要涉及呢有另外11項嘅私樓嘅工程。屋宇署呢，今日係會巡查有關嘅地盤，
要求佢哋提交阻燃性能嘅測試文件，同埋係抽樣檢查佢哋啲樣本，以及咧係視察現場有冇一啲不恰當嘅作業嘅情況，並且係會作出一啲適當嘅跟進行動。發展局咧今日亦都係已經同業界會面，商討咧係點樣推進金屬棚架取代竹棚架嘅路線圖。雖然我竹嘅棚架嘅內燃方面咧，始終係唔及呢個金屬嘅棚架，所以為咗安全起見呢，政府認為應該要盡快喺合適嘅工作嘅環境之下，全面係改用金屬棚架。我哋為呢樣嘢咧，都係會同業界咧係一齊咧係做好準備，幫我哋多啲嘅討論同埋研究。